唉，一年容易大除夕，又係時候睇下隻萬年曆能唔能夠由2025年跳到2026年啦。又行到2成嘅，諗住交個2成睇下咯。睇唔睇到啊？左下角2025年，睇下聽日可唔可以變做2026啦？Good。成功過到2026年1月1號，大家可以留意呢一個4字本2026年星期四1月1號，準備full moon。Good。